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继续看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数字。我记得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这个7月百城二手住宅均价是13585元每平米，环比下跌0.77%，同比下跌7.32%。那这个新房呢？均价是多少呢？这个中指研究院说2025年7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是16877元每平米，环比上涨0.18%，同比上涨2.64%，是不是感觉好多了？就是新房这个房价环比和同比都是涨的，这个应该是个实际情况，但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个说房价就涨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中指研究院他也说了，上涨的原因是部分核心城市优质改善项目入市带动下。我们用比较通俗易懂的例子举例，就是马云的收入他又涨了1倍，马化腾的收入他也涨了2倍，完了之后我们人均可支配收入好像涨了10%，就这意思你说不定你都已经失业了，或者你工资已经降了一半了，但是这个一人均对吧？一平均，你还是涨了。对，你得感谢马化腾，感谢马云，他们帮了忙。虽然这钱你花不了，但是对吧？你听着心里舒服你的可支配收入涨了，是一个道理这个我们在节目里老是说你看看全国其他地方就是3、4线城市就没有成交，对吧？你说鹤岗那地方2、3万一套，它在整个的这个新房这个交易里面，它的权重太低然后比较活跃的是哪儿呢？上海，对吧？5000万一套的房子，日光，有的项目一天卖200亿什么概念，对吧？有的3、4线城市一年都卖不到这么多钱，尽是上海、杭州、深圳这些豪宅在成交，所以把这个新建住宅的平均价格给拉高了，环比、同比都在上涨，而这些房子跟韭菜也没关系。就是好比马云、马化腾的财产跟你没关系一样就这么个事。这是新房然后我们看这个租赁住宅呢，就是房租这一块，中指研究院说在毕业季租住需求支撑下，7月重点城市住宅平均租金环比跌幅有所收窄，也就是还是下跌的，但是跌幅减小了。7月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34.97元每平米每月，环比下跌0.07%，同比下跌3.81%今年过年以来对吧？这个房租是逐年在下降，逐月在下降，租金下降，对吧？新房价格还在涨，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这叫格隆会他搞了一组数据说他说到2024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74亿平米，倒退了15年，也就是退到了2009年；销售金额9.67万亿，倒退8年，就是退到了2016年。房屋新开工面积7.4亿平方米，相比于2019年高点22.7亿平方米，缩水68%，倒退1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10万亿，倒退9年。房地产市场需求锐减，房价加速下跌。2025年6月，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不管是新建还是二手，都是在同比环比都在下降这个不要说6月了，7月份的数字咱们刚念完。这个格隆会他说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房价从2022年1月见顶迄今已经下跌了3年多的时间。那他认为咱们房价见顶以后到现在，我们的房价跌幅到底有多大？到底跌了多少？从中国47个核心城市房价来看，47城房价较高点回撤幅度中位数是32.7%。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部分城市房价都下跌了30%左右，还有的更多的，有的少一些。也就是说过去3年你所在的城市房价跌去1/3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对吧？你很多地方都跌到80%在类似南京、重庆、武汉、郑州这些2线城市，房价基本下跌在40%左右。说至于温州、东莞、惠州这些3、4线城市，房价跌幅堪称惨烈，基本都超过了50%。所以这个李超人在大湾区惠州，对吧？中山那些地方卖房，好多媒体就说这李超人要跑了，甩卖资产嘛。反正李超人干啥都是不对的，因为他房子不卖，那媒体就说你看李超人误盘不卖，误盘惜售他那个地方当年是3000一平米拿的，现在居然卖3万，心太黑惜售嘛，他捂着不卖现在卖呢
你看看他想跑，这个惠州那个地方房价都跌了50%了。所以说超人这个流年不利啊，这干啥都有人骂他。单从二手房价看，一线城市中，北京房价下跌30.7%，跌回到2016年8月；上海房价下跌31.6%，跌回到2016年3月；广州房价下跌33.9%，跌回到2017年2月；深圳房价下跌39.6%，跌回到2016年6月；香港最惨，房价跌回了2015年的2月。关注这个各个城市房价下跌幅度啊，这个数字就是大家感同就没法体会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这个8月1号啊，深圳一个法拍房，你就知道这个深圳的豪宅、深圳的房子它到底经历了什么。8月第一天啊，说深圳豪宅圈就炸开了锅，在阿里法拍上，蛇口海上世界双喜花园3期1栋8A 一套约398平的大平层，那这个绝对是大平层啊，398平呢被拿出来法拍啊拍卖，经过11位买家80轮疯抢啊，最终以5830万成交，折合单价14.69万，14万7一平米啊，这个一看那不是挺厉害的吗？多贵啊，也是豪宅对不对？5800万呢，它的起拍价是3235万，那你说这个相当于啊溢价率达到了80%，也就是说很多人抢这个房子，所以你要这么一看的话，你这个拍卖不挺厉害的吗？说明这个房子还涨了。实际上啊，这套房子法拍前业主自己挂牌卖是多少呢？6500万。折合单价是16.4万一平米，也就是这个业主的心理预期啊，他要卖6500万，因为他卖不掉嘛，所以才法拍。那业主的预期到底高还是低呢？这个业主他已经预期打了折扣了，因为这套房子历史高点是在2023年，说398平的户型最高峰就是2023年那时候一套价格是1.1亿元，单价是27.6万一平米，绝对的豪宅。就是楼层差一点的这比如中低楼层的一套成交价也是8500万左右，单价是超过21万，就是这个户型398平的这个，也就是你想一想相比如巅峰时期成交价，这次法拍价缩水至少超过2500万，跌幅至少是30%。这是从2023年到现在才2年时间，已经跌掉了30%。目前这个地方的二手房市场398平这个户型这个成交价基本上在6800万到7300万左右，所以现在这个法拍价5830万，无论是比这个高峰期还是比市场价都便宜了一大截。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看这是豪宅这些豪宅当年都是要抢的，你不抢你买不到的，跟那个上海那个豪宅日光是一样的，都是稀缺资源。但是你抢到你手上之后，你想卖，不要说涨价了，这都是亏钱万处卖这就是深圳的豪宅。8月1号，根据深房中协统计，2025年7月，深圳全市二手房录得5669套，环比增长2.2%，同比增长5.4%。7月下旬，二手房市场虽有所走弱趋势，但从7月整体看，录得量仍超5000套，超行业荣枯线。深圳二手房市场相对较为稳定。截至2025年8月1号，据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公开在售二手房数量统计，全市有效在售二手房源75626套，对比上月同期增加1768套，环比增长2.4%。二手房市场业主委托出售意愿整体相对平稳，根本就卖不完，对吧？你卖掉5000套，出来7000套，卖吧。我们看看这个广州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7月为楼市传统淡季，单月广州市二手住宅晚签9000套，同环比均有所下降，但受旧改提速等因素驱动，多个热门板块楼盘晚签套数环比有显著增长。7月广州市二手住宅晚签套数和面积分别达到8962套，88.84万平米，环比分别下降9.39%和10.84%，同比分别下降10.68%和12%。广州的这个二手房同环比都是下降。2025年7月，北京新房住宅晚签2881套，环比6月北京新房住宅晚签3977套，少了1096套，跌幅高达27.6%。同比去年7月新房住宅晚签4092套，这个下跌30%。这个房地产一跌整个经济就进入了负循环。我们看看这个
专家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这个经济它是一体的，你这边一跌，它没需求了，整个经济它就进入一个负循环。是第一，就是投资这方面，那还有消费呢啊，它连带着消费有2块，一块呢就是老百姓买了房，他不止买房子，买完了他装修，然后呢这些装饰。现在1线城市、1、2线城市装修一套房子，加上这些家具呀、家电，40、50万是肯定的要的。你要是大家不买房了，你40、50万也都没了。那对，40、50万就没了。所以大家都很奇怪，说你到街上去看看，其实我们的消费啊，吃吃喝喝的，还有出去旅行的，并不差。但为什么消费就老觉得上不去呢？大家就没想到，你去吃吃喝喝，你得吃多少回，你才能吃出来40、50万？你想想，这个是太影响消费了。第二个层次的，就我们说的财富效应，就是你房地产啊，价格在涨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己的财富在上升的时候，大家会消费的。哪怕这个弹性，咱们就说只有1%，就是你的财富，跌掉了100块钱。那么你的消费减少1块钱算，我们说刚才说我们现在跌掉了多少啊？30%，消费要下降1.2万。更多视频请下载钛媒体 APP。这专家说的啊，看似都是合理的，对吧？你买套房一装修要40、50万，但是你要吃喝40、50万那多难。这里面有2个问题啊，就是首先第一个，专家恐怕已经忘了啊，这韭菜他赚不到钱呢。专家一说40、50万好像很容易，但是韭菜现在他挣不到40、50万，而且他预期的未来他也挣不到40、50万，所以这个韭菜他就不花钱，对吧？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状，你除非给韭菜啊让他收入提高，就这么一招啊，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对吧？专家老是一厢情愿说房价稳住，事实上他稳不住嘛。对吧？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普通韭菜牛马挣40、50万多难？第二个啊，就光吃喝这一块，对吧？根据这个北京市或者上海市啊公布的这些社零数据啊，餐饮这块也是在下降的，就是单独餐饮跟餐饮比，对吧？这个月餐饮跟上个月餐饮比，这个月餐饮跟去年同期比都是在下降，就是餐饮也在下降。你不要看不上这个餐饮下降，餐饮下降实际上就因为餐饮相对来说更刚性啊，对吧？餐饮都在下降，同比环比都在下降，说明大家不花钱。大家不花钱的原因是什么呢？对吧？也就是说，反过来说，就大家连吃饭的这点钱都要抠了，都要省。你指望他去花40、50万去装修，压力太大，这本末倒置。所以专家啊，老是不能从这个能够立竿见影的提高韭菜收入和稳定韭菜预期这块下功夫，想办法。那你做的任何措施啊，都很难达到预期啊，很难有效果。韭菜的这个收入能稳定，对吧？甚至增长。那在现在这个存量经济情况下，那实际上就是要更加公平，对吧？你现在钱都在往少数人那儿集中，往婆罗门那儿集中，哎，这就造成了你看那个豪宅日光嘛，对吧？20万1平米的房子，有人抢，对吧？80万一套的房子没人问。中国啊，有超过70%的房贷家庭负债率啊，超过70%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有47%的。也就是将近一半，就是你只要是贷款买房的，贷款买房里面有一半的家庭啊，他的家庭负债率是70%。这个家庭负债率实际上就是你家庭这个债务支出占你家庭的收入比例，也就是你收入10万，你要拿7万去还债，是不是这个负债率就太高了啊？那中国贷款买房里面有一半人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啊，远高于2020年的32%。当你把你家庭的收入的70%都是用来还债，你说这个不就严重的挤压其他消费？最主要的是高负债家庭，对吧？他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你说他一旦失业，你这个杠杆太高，对吧？一旦失业，他立马他没法去还按揭贷款，他就暴雷，所以他焦虑啊。今天网上有篇文章啊，就很能反映这种高负债家庭这种现状。它的标题叫“我什么也没做错，只是买了套房，就被困在了时代的夹层里”。他说：“我们什么也没做错，只是买了套房啊。3、5年前咬牙贷款买房的那批人，正被房价下跌和产品迭代双重绞杀。他们不仅赔光了首付款和按揭利息，现在连置换新房的门槛都够不着了。这不是故事，而是扎得人心肝疼的城市工薪阶层真实人生。”说前几天一位合肥的网友咨询我，姑且称他为老赵，说老赵啊是2020年在市区买了一套110平的房子，单价2万3，掏空了积蓄，
还跟亲友借了一点，付了76万的首付，贷款177万。当时他觉得稳赚，因为合肥的房价年年涨。说实话啊，2020年的时候这个认识啊也不算过分啊，毕竟恒大是2021年9月才爆的雷嘛，那个时候全国都在亢奋之中啊，所以他有这个认识也不能赖他呀。但是气氛就是这样。所以房贷利率5.39%，他也认了。但是5年后的今天呢，房价从2万3跌到了1万5，110平的房子贬值了88万，这个还跌得不算狠的吧？2万3跌到1万5啊，一般的都是除以2起步啊。还记得他当初首付款是76万，更残酷的是他月供9924元，还了66期啊，就还了5年半呢。每个月还9924元，还了66期，就5年半，其中50万还的都是利息，这本金没有减少。你说这不是要命吗？我们继续计算老赵的损失，首付76万，月供65万，一共141万真金白银搭进去了。他现在卖掉这套房子所能得到的卖房款是165万，当老赵还了5个月的月供，还欠银行161.86万，也就是他欠银行贷款还有本金啊，还有将近162万。他这个房子要卖掉能卖165万，说还掉之后啊，卖房款还能剩下31400元，这还是理想状况，因为你卖房子中介费呢、契税呢、交易费用呢，你这3万多还不够呢。所以这个老张5年前花了76万首付款，并且还了65万月供之后，这套房子现在卖出去啊，只能给自己剩下3万元，在5年之内蒸发掉了138万的财富。138万蒸发的可不仅仅是钱，更是一个中产家庭向上跃迁的希望。138万如果靠你工资去攒的话，靠你工资性收入去攒，那基本上你就废了，对吧？一年攒10万，你要攒多少年啊？说因为老赵现在又面临一个更头疼的现实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说老赵又生了2胎，加上父母同住，原来110平的房子就住不开了。当初房子得房率也低，只有80%，急切的需要置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老赵看完新上市的楼盘之后傻眼了。新楼盘确实好，漂亮多了，一看就喜欢。但是他傻眼的原因有2个，一是新楼盘已经升级迭代出了一个全新的物种，跟他原来买的房子完全不是一码事，老房子再也不会有机会把价格涨回来了。二是怎么算账，他够不上买新房的门槛，也就是咱们说第4代住宅，也就是好房子啊，跟你以前的房子不一样。这好房子盖得越多，这好房子盖得越好，就宣告你以前的房子只有贬值一条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也就是你一个正常的人，你把老房子一看，你再去看第4代住宅，你不管第4代住宅好不好啊，你去一看，你就反正老房子你是看不上了，得房率又低，对吧？然后这个布局又不合理，这新房子你看上去布局就合理，得房率又高，那大家都去买新房，那以前的二手房你只有降价一条路啊。老赵看了一套新房120平，得房率100%，单价2万。最低首付比例15%，他现在家里有20万的积蓄，家庭月收入2万元，加上他卖掉旧房子剩余的3万，加起来一共23万。但是新房15%的首付还要36万，首付部分就有了13万的缺口。难道再去找亲戚朋友借款凑上这13万，再背上新的30年按揭贷款？老赵实在很不甘心。他说每次算到这笔账，他都心肝疼。他什么也没做错，他只是努力奋斗，想让日子过得体面一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也就是老赵这样的人，这一批人实际上是买单的。其实有无数像老赵一样处境的人，进退两难，躺不平，卷又卷不起来。从经济学逻辑来看，一是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逻辑顺序是这样：房价下跌造成抵押品贬值，导致家庭净资产缩水，最终造成消费投资能力冻结。二是居住品质剪刀差，导致旧房子越来越失去了竞争力，从而销售困难，卖不上价，陷入流动性黑洞。所以当房子从财富载体变成负债的锚点，当产品迭代让家的定义加速刷新，老赵这样的城市工薪阶层，他们就被困在了时代的夹层里。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贷款，更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代人为居住增延支付的超额成本。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这个越是好房子，越是4代建筑推得广、推得多，越会导致房价下跌。那这就是这么个悖论呢，没有办法。通俗一点就是新房子、好房子，它的性价比更高，性价比更高，
那你说就没有人去再买过去的老房子，那老房子你要想套现，那只能降价，拼命降价。老房子的性价比远远比不上新房子。当然了，你特殊地段，对吧？你那位置稀缺，恐怕那你那个贬值的速度还慢一点。从2020年以来，老赵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实际上啊，2020年买房的人都是老赵。我记得咱们以前经常说啊，是一招不慎，就是韭菜啊，买房子一招不慎，半辈子白忙。半生白忙，不就这么道理吗？他啥也没做错，他很努力啊，他想过好日子，他就是买了一套房，半辈子白忙啊。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跟我们房地产也息息相关的一个产业，就是钢琴行业。大家也知道，咱们中国人的钢琴生产能力啊，好像全世界2/3的钢琴都是咱们生产的。我记得去年咱们做过这个节目啊，好像是浙江什么地方吧，什么钢琴小镇呐。对吧？10年前是特别红火，现在门可罗雀，到处是关门闭户。2024年，中国超7000家琴行倒闭，钢琴年销量断崖式下跌至19万台，相比高峰期直接腰斩。哎，这个咱们在去年应该做过这节目。你看，进入2025年，行业透出更多寒意。第一季度，国内仅有的2家钢琴上市公司业绩双双爆雷，海伦钢琴净亏损968万元。这第一季度啊，同比下滑155%。珠江钢琴亏损5168万元，同比下降163%。就通过这2家钢琴上市公司，你就知道这个钢琴行业什么个情况。今年比去年比啊，没有一点好转，反而还加速，对吧？去年是崩盘，今年恐怕是清盘。10年前啊，5万一架的这个钢琴啊，说现在在琴行里面5000都没人要。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呢？你看，这跟房地产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因为新生儿出生率下降，这是第一个原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小孩减少了。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家长没钱了，对吧？小孩减少的前提下，这家长也不愿意花钱再去学什么钢琴了，那玩意儿学了没用，找不到工作，对吧？过去因为大家收入好，对吧？也没想着说弹钢琴找工作，这只是说叫素质教育嘛。对吧？小孩喜欢弹钢琴，就让他去弹。那你一学，对吧？你还得买一架钢琴，那是因为大家有钱了。现在大家没钱了，对吧？这玩意儿就算了吧，不实用，对吧？一方面，你看新生儿减少，第二个需求没了，这直接就导致啊钢琴行业歇菜。所以你通过这个钢琴，你再看一下房地产未来是不是这么个趋势，对吧？钢琴行业要想回到过去的那个荣光，那你必须韭菜收入也得涨起来，而且你新生儿出生率还得涨上去，这些都太难。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